客廳主牆採用大面積灰色板材分割，形成利落的秩序感。灰布梳化與玻璃金屬茶几相互呼應，金屬結構線條帶來輕盈視覺，減少深色牆面的厚重感。飯廳則延續深灰基調，圓形餐桌與弧形餐椅柔化直線構圖，懸吊燈具以金屬質感點綴其上，配合展示櫃內的間接燈光，讓牆域在光影之間展現細緻變化。書房與客廳之間以玻璃間隔界定，保持空間通透，同時提升使用彈性。書桌背牆以石紋與格柵元素交錯，結合層板燈帶，塑造專注而沉靜的工作氣氛。浴室與衣櫃區延續心木與石材語彙，鏡櫃燈光與內嵌照明強化立體感，玻璃櫃門與金屬框線則提升精緻度。本案以深灰礦石質感為主軸，結合木質與金屬元素，構造一個富有層次感的現代居所。整體空間以低彩度鋪陳背景，透過材質紋理與燈光設計，營造沉穩卻不壓迫的生活氣氛。